咁今晚咧，我哋有 Ron Sir 咧，會同我哋講一講港股咧係咪已經出咗一啲嘅關鍵信號啦？咁仲有咧就係某一啲嘅板塊咧，其實原來已經偷偷地跑出咗咯。咁就係會嚟緊講嘅銀行股啊。仲有咧，咁 Ron Sir 當然會同我哋分析一下一啲嘅個股啦，美團、阿里巴巴同埋工商銀行啊，都係 Ron Sir 今晚咧會重點去講嘅幾隻股票嚟嘅。至於我哋咧有個免費群組嘅，咁喺免費群組嗰度咧 ，Ron Sir 有好多嘅新嘅分析片段啦，又或者係市場嘅最新資訊咧，都會喺呢個群組裏邊發放嘅。記緊咧就係要加入我哋呢一個免費群組先，千祈唔好錯過咧阿 Ron Sir 一啲最新嘅資訊啊！咁一啲市場嘅 update 咧都會擺喺嗰度噶。加入嘅方法咧好簡單嘅啫，就係掃一掃畫面上面嘅 QR code 啦，或者喺留言區嗰度咧撳翻個連結咧就可以噶啦。港股係咪已經出咗一啲嘅關鍵信號啦？前2星期都有提過1、2次咁樣啦，睇個市有冇見底呢？我哋分2個層面嘅。第一就係指數有冇見底，第二就係個別股票有冇見底。咁如果你講指數有冇見底嚟講呢，我哋可以留意下一啲嘅局勢啦，可以留意下有冇啲領先嘅板塊帶住成個市去進入升勢啦。咁先講講局勢方面先，大家如果有留意近期嘅局勢呢，喺今日呢啱啱就講到話特朗普呢考慮帶住封鎖停戰，亦即係話即使霍爾木茲海峽唔開嘅話，佢都結束戰爭。咁當然啦，佢就話其實我嘅軍事目標呢，就唔係想摧毀伊朗嘅，我純粹係想削弱佢嘅軍事力量。咁其實我嘅目標做到噶啦，咁樣，所以我就即使唔開個海峽呢，我都結束戰爭。咁即係言下之意，即係又係好樣衰咁宣布我唔打啦。係人都知啦，即係佢係礙於呢個石油同國際嘅壓力，咁所以佢停止啦。咁所以佢講啲嘢就唔使信佢嘅，即係佢真正嘅用意就係佢被逼受於呢個壓力嘅關係，佢一定要係盡快去結束咁樣。結束嘅話就唔會引發石油危機同埋經濟嘅一個衰退，咁所以都係好事嚟嘅。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呢幾個禮拜成日都見到嘅 TACO 啦。咁你見到特朗普去到呢刻為止都仲係向住 TACO 嘅方向去發展嘅。咁而都講過1、2次嘅就係上年股災呢，即係4月股災嘛，最後點結束都係 TACO 咗幾次結束嘅。咁所以如果特朗普繼續向緊 TACO 嘅方向發展係好事嚟。咁所以你在於指數層面呢，成個局勢係向住一個有利嘅環境去睇嘅。咁而恒指方面呢，目前嚟講呢，最近嘅一個大阻力呢，就係25,700。咁去到而家呢，仲未破位嘅，咁所以嚟緊呢1、2個禮拜可以再留意啦，就係特朗普係咪真係講到做到，真係 TACO 呢 OK， 即係佢話縮啫，咁佢係咪真係縮呢？咁同埋就係恒指可唔可以喺嚟緊呢2個禮拜帶住動能咁樣去升穿25,700？呢2樣嘢發生就對於指數層面嚟講會係一件幾好嘅事情。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指數層面啫，我哋去到個股同板塊層面呢，其實有好多嘢大家要更加留意嘅，因為指數始終佢係包晒成個市場，亦都係啲權重嘅股票影響住成個升幅啊嘛。即係指數係有好多盲點，有睇唔到嘅，例如銀行股有某幾隻開始進入升勢啦，咁你睇指數睇唔出。咁有啲咩盲點我哋係指數睇唔到，但係我哋需要留意嘅呢，就係睇睇有冇關鍵板塊去帶領住成個升勢。以上年嘅4月關稅股災為例啦，上年見底之後最先跑出嘅係一啲匯豐、中銀嗰啲銀行股啦，跟住創新藥嘅公司啦、港交所啦，呢啲關鍵個股係帶領住上年嘅市場去見底。市場係需要有1、2個焦點，有啲大資金集中流入呢2個焦點會比較好啲。咁呢啲你指數睇唔到嘅，咁所以你要特別留意下。咁目前嚟講，我哋會留意嘅關鍵板塊主題呢，就係一啲銀行股同埋光纖股，同埋一啲 AI 大數據上游嘅一啲電子零件嗰啲相關嘅板塊。咁呢2、3個板塊會唔會成為主題去帶住成個市況上升呢？如果有2、3個聚焦主題 keep 住有大資金流入嘅，呢個都係市場其中一個見底嘅關鍵。陣間就會分享呢，有2隻銀行股係出咗信號突破咗嘅。咁如果銀行股嚟緊係可以 keep 住向好嘅話，呢個都係市場要有個焦點所在同埋見底嘅一個關鍵咯。同埋退一步咁講，如果恒指見底，但都唔係所有股票即刻升嘅嘛，就好似上年咁，上年4月指數見咗底啊，但係巴巴隔咗半年後去到8、9月先升。咁所以就算大市見底，你揸錯股票呢，可能你上年4月揸巴巴嘅話呢，咁最後都上翻去，但係你等半年喎。咁所以市場見底唔代表所有股票即刻升嘅，你都要睇咩板塊咩個股咯。咁所以指數大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次要嘅考慮嘅因素咯。你揸咩股票重要啲？想講講工商銀行先。上個禮拜6嗰條影片都有講過話銀行股比較抗跌，咁就等信號出。咁結果呢，去到今個星期呢，尋日呢就即刻出咗信號。咁你可以見到匯豐呢同中銀就未出信號嘅，因為佢哋呢2隻調整比較深呢，佢哋可能需要個時間會耐啲，轉勢個時間。
但係工商同建行呢，就已經出咗信號，不過就比較遺憾地呢，佢而家升咗少少，今朝升得有少少多。咁啊，工商呢，其實就尋日出信號嘅，咁所以尋日喺群組都有同大家分享，即係同學生分享。佢喺3月26號呢度出咗個綠燈啦，出綠燈呢個意思即係代表佢係有大資金去流入，同埋大資金對呢隻股票關注度開始高，同埋佢都有啲高勝率形態出現，呢3個條件同時達成，所以呢度出咗個綠燈。咁呢度出完綠燈之後呢，再加上出咗個業績啦，咁然後去到尋日呢，就正式突破咗啦。你見到佢係一個大型橫行區啦，自從上年11月以嚟，大概接近半年嘅橫行區。咁啊，尋日呢就升穿咗，尋日升穿咗突破咗呢，今日就好順勢咁樣再上啦。咁所以佢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升勢。尋日中午嘅時候同同學講啊，尋日會靚啲咯，不過比較可惜 YouTube 呢邊通知唔切。咁今日呢，再高咗少少嘅一個位置，咁但係如果本身有貨嘅，咁呢隻當然就正式進入一個升勢啦。咁但係冇貨嘅話，可能要等佢升多少少回翻落嚟，做個短期調整嘅時候先再去部署啦。咁而銀行股唔係得呢隻升嘅，939啦，建行同工行呢，其實都係類似一個趨勢啦。佢哋有少少似孖生兄弟咁樣。我哋點樣睇一個板塊呢？其實我哋就要睇有冇啲類似兄弟股嘅東西出現。兄弟股嘅意思即係話，你會發現同一個行業入邊呢，總係有2隻、3隻股票個走勢係齊升齊跌嘅。因為嗰啲資金佢哋買呢個板塊，佢哋點樣買個板塊呢？就係佢哋會同時將啲資金擺入2隻佢哋睇好嘅股票，所以一齊升。咁佢哋沽嘅時候有2隻一齊沽，所以2隻一齊跌。咁所以如果你睇板塊嘅時候，你發現有2隻股票個走勢好似齊升齊跌嘅，咁呢個會係一個其中一個判斷嘅標準咯。咁而工商銀行呢，同埋建行呢，其實佢哋就係兄弟股嚟嘅。啱啱講咗工商銀行啦，咁建行呢，其實都係喺今日正式突破咗。工商銀行尋日突破，建行就今日突破。咁所以其實呢2兄弟喺相近過1-2日一齊去突破嘅話呢，呢個會係一個好嘅跡象，代表啲大資金呢，佢哋唔係買緊單丁嘅個股，而係同時間買緊2隻類似定位嘅股票。咁所以嚟緊可以留意下銀行股係咪真係 keep 住跑出。咁如果工商銀行 keep 住跑出，而稍後升完第一浪，可以一個短期回調嘅話，呢度可以用啲拉回買入法去做都得嘅。咁當然最好嘅就係尋日上到車，尋日係個突破嚟㗎嘛。工商同埋建行個走勢就齊升齊跌，而匯豐同中銀呢，佢哋走勢都係齊升齊跌。你會發現雖然佢哋業務有少少唔同啦，但係匯豐同中銀佢哋係個走勢係十分之相似嘅，佢哋連調整嘅幅度都好似嘅。咁啊，匯豐目前嚟講係未有信號啦。咁而中銀其實都未有信號嘅，因為啱啱開頭都講過，一啲調整比較深少少嘅股票呢，其實佢哋係需要比較耐嘅一個收復期。咁所以其實話要睇中呢一啲嘅機會呢，好老實講就一係呢要靠自己判斷邊一個位入啦，咁而係有好多朋友仔都唔會咁啱去睇得到話，尋日呢個位就係一個入市嘅好機會啦，好可能會錯過咗嘅。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底下呢，我都好建議大家呢聽下我哋禮拜4嘅分享會啦。禮拜4個分享會咧，最主要就係講話呢一套嘅 AI 指標咧，即係啱啱嗰個綠色燈嗰個信號啊，咁就係點樣咧可以喺呢一啲嘅逆市升嘅板塊裏邊咧，去揾到一啲咁樣嘅潛力股。我哋嘅同學仔咧有呢一套指標嘅話咧，亦都係可以把握到個機會啦。咁好似尋日咁樣咧，真係喺工商嗰度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嘅部署。呢個分享會咧報名方法咧就好簡單嘅，喺個畫面上面咧有個 QR code 嚇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又或者喺留言區嗰度咧，咁撳翻個連結咧就可以做到個報名噶啦。除咗工商銀行之外，我哋仲有美團同埋阿里巴巴。美團點解想特別講下呢？因為其實佢有個陷阱出現咗嘅。咁目前嚟講，佢就冇任何嘅信號出現啦。即係啱啱所講下邊呢個綠燈啊，即係呢隻紅綠燈 AI 指標，你見未有任何信號出現，未有信號出現，亦即係話未有大資金嘅持續性流入。即係嗰啲流入1日2日嗰啲唔算係大資金流入，我哋要係一個大資金持續性流入，佢先會出信號嘅。其次就係美團亦都未有足夠嘅大資金嘅關注度，係啦，未有足夠嘅熱度。其次佢亦都未出現一啲見底形態，咁呢啲都未出現呢，所以就冇信號出嘅。咁而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其次就係呢，我亦都透露少少啦。其實有時你睇一隻股票見唔見底呢，通常我哋形態上會捉第2隻腳嘅，我哋唔會捉第1隻腳嘅。咁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啦，就係普普馬特。咁普普馬特目前嚟講就跌得好勁啦。普普馬特上年就好多信號嘅，你見到上年不停咁有資金流入啦，出綠燈啦，所以個股價升得好勁嘅。咁但係去到呢啲位開始呢，你見冇綠燈，即係冇資金流入，而你見到佢個形態上呢，其實都係不符合一個見底形態嘅。咁早前呢，喺1月尾嘅時候出現過第一波嘅急升，呢個叫做第1隻腳。
通常我哋捉見底唔會捉第一隻腳嘅，因為第一隻腳你係一個好初步嘅信號。我哋通常嚟講要佢做個整固，然後有第二隻腳出現，我哋由第二隻腳嗰下開始捉嘅。泡泡瑪特正正就係有第一隻腳，但係佢冇第二隻腳，咁所以我哋通常要穩陣少少呢，我哋會等第二隻腳一個整固，然後再突破咁樣嘅。咁所以佢而家冧到咁呢，其實佢形態上本身已經唔係一個見底形態，咁所以呢啲位冇第二隻腳呢，其實就避到呢一波嘅走勢咯。咁所以其實幾個月前我都睇緊啦，咁但係我一直等緊第二隻腳佢都冇呢，我就自然你唔會去部署。咁而目前嚟講呢，睇翻美團嘅話呢，其實佢都仲係得第一隻腳嘅啫。散戶呢，好多時你見到一日急升呢，即係你係咪見到呢啲急升就好興奮，好想去撈呢？但係呢度係第一隻腳嚟嘅啫，必須要等佢做啲整固，然後有第二隻腳出現，第二隻腳嗰下先去部署。咁通常伴隨住第二隻腳部署呢，下邊都會有綠燈嘅。如果有第二隻腳嘅話，因為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判斷標準啦，即係佢要捉啲見底形態，即係一啲所謂嘅高升類形態，同時有大資金嘅持續性流入，呢啲條件成立先會出綠燈嘅。即係第一隻腳通常就陷阱嚟嘅，第二隻腳先係真嘅。所以唔係腳啊，應該係手先啱，應該向上嘅，出第二隻手先啱。咁所以目前嚟講得第一隻手啫，咁就要等一等咯。咁至於阿里巴巴呢？阿里巴巴呢就冇啦。你見佢近期都好少信號出現啦，一樣啦，佢冇資金流入啦，亦都未有見底形態出現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講一個最懶嘅分析方法呢，我就咁睇有冇綠燈嘅啫。因為呢隻 AI 指標分析員佢覺得冇見底形態，冇持續性資金流入，唔肯出綠燈，咁即係未見底。咁但係解釋翻佢背後嘅邏輯俾你聽呢，其實巴巴呢唔好話第一隻腳先啦，即係佢連第一隻腳都未有啦。通常我哋要等兩隻腳噶嘛，佢連第一隻腳都未有啦。咁而且你見到佢係試緊個低位嘅，呢個係講緊23號嘅低位，今日又翻返去呢個低位啦。咁所以佢係試緊個低位嚟講呢，如果再向下突破117蚊嘅話呢，咁有機會再調整得更加深嘅。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佢目前有機會未調整完咯。再加上巴巴呢，其實我哋睇翻成個趨勢呢，佢亦都係近呢一年以嚟呢第一次跌穿250天線嘅。佢今次個調整期有機會好耐，有時唔係淨係睇佢上唔上得翻去。如果係佢時間上要調整1年半載嘅，咁都冇必要咁早去入。因為你巴巴係講緊由25年嘅1月以嚟到而家超過1年嘅時間呢，中間係從來冇跌穿過呢條紫色嘅250天線。咁但係佢今次係第一次跌穿咗，再死貓彈上去250天線，升唔穿，再落翻嚟。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 price rejection， 然後落翻嚟。咁所以呢個係成個大趨勢出現咗轉變。所以巴巴今次嘅調整有機會用嘅時間耐好多。其實平時都唔係好快啦，平時佢每次調整得都半年。上年由3月調整到足足8月先上去，用咗半年。今次有機會唔止半年添，咁所以喺時間上巴巴係蝕底嘅，所以價位上你可能覺得有優勢啦，但係一嚟啦，巴巴下邊仲未有見底信號，咁佢下邊可以仲有調整空間。第二就係時間上係劣勢嚟嘅，咁所以巴巴我覺得可以2-3個月後再留意下。做個小總結就係目前嚟講優先跑出嘅有機會係幾個板塊啦。啱啱講到嘅銀行股啦，銀行股當然就工商健康啲會比較快跑出，但係嗰兩隻你部署嘅話，你要等佢哋升完第一浪，做個短期拉回，再用拉回買入法去部署，應該係呢1-2個禮拜會發生嘅事。當然如果原本揸緊呢4尋日出信號即刻部署，突破即刻部署，咁就冇問題。未有貨嘅要等佢嚟緊呢1-2個禮拜做個拉回買入法去部署。咁而另外除咗銀行股，仲有機會跑出嘅，有機會係光纖股啦，或者一啲上游嘅 AI 大數據上游嘅行業，例如嗰啲電子部件股啊，咁都有啲係出咗信號嘅。咁不過就今日時間有限，可能禮拜六睇下大家想唔想聽啦。想聽嘅話，禮拜六再詳細啲同大家分享下啲 AI 相關嘅上游行業，睇下大家想唔想了解多啲咁樣咯。今晚呢直播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咁希望呢大家呢禮拜六嘅時候呢記得呢追翻 Ron Sir 最新嘅影片分析啦。好，我哋禮拜六再見啦，拜拜。